大家好，最近喺預備呢段分享嘅時候，手機突然收到一個訊息，原來係提醒用戶需要盡快更新手機嘅程式。點解需要更新程式呢？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係要防備而家層出不窮嘅手機病毒；第二係要更新改良手機操作嘅系統。如果我哋諗下，其實我哋屬靈嘅生命都係需要不斷被聖靈帶領同埋更新嘅。正如使徒保羅喺羅馬書12章2節嘅教導，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而家就讓我哋一齊嘗試從3方面去思想呢段經文。首先，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嘅意思係唔好去跟隨而家萬變嘅世俗潮流同埋思想。好似感染咗病毒一樣，有時我哋不知不覺間感染咗流行病毒之後，都唔知究竟問題出喺邊度。譬如睇到五花八門嘅大減價、鼓吹個人享樂、盡情消費嘅廣告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忽略咗身邊嘅人或者社會上邊緣群體嘅需要呢？又或者而家崇尚嘅個人主義、批判式嘅思想，會唔會令我哋好容易就睇到別人嘅過失，而睇唔到自己另一邊嘅盲點呢？仲有一啲已經係被扭曲咗嘅歪理、道德觀念，會唔會已經成為咗社會上嘅新常理呢？如果我哋一唔小心，好容易就被同化，跟隨咗呢啲俗世嘅觀念，變成咗俗世嘅樣式。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將神嘅話語藏喺心裏面，持定聖經中嘅真理，學習主嘅樣式，就係今日經文裏面嘅第2部分，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呢句喺原文裏面其實係被動式嘅，即係話我哋唔能夠單憑自己個人嘅立志而去改變，係需要依靠主基督，信服聖靈嘅帶領。正如枝子連於葡萄樹，如果我哋能夠常常喺主嘅裏面，主亦都會常常喺我哋嘅裏面。唔單止會幫助我哋抵擋俗世嘅樣式，而且叫我哋嘅靈命可以不斷嘅更新、成熟，由內而外，逐漸改變我哋嘅心思、意念、取向同埋行為，每日變得更像主一啲，亦都就係屬神嘅樣式。因此，如果我哋越接近屬神嘅樣式，當然就越能夠明白今日經文裏面第3方面嘅教導，就係叫你們察驗何為神嘅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有時我哋可能唔係好明白神嘅旨意究竟係指什麼呢？根據以上嘅經文，神嘅旨意有3個特點。第一係善良，係榮神益人，唔係俗世嘅腐敗、貪婪或者自私。第二係純全，係純正完全嘅真理，唔係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嘅歪理同埋謊話。第三係可喜悅嘅，係美善嘅，唔會令神憂傷同埋憤怒。當然，合乎神旨意嘅事，亦都係需要合乎神心意嘅人，按住神嘅方法、神嘅時間去完成，先會得着神嘅喜悅。結束嘅時候，等我哋一齊以謙卑嘅心嚟到主嘅面前，求主引領，叫我哋可以時常警醒、提防各樣俗世嘅觀念同埋樣式。亦求聖靈喺我哋心中動工，叫我哋可以靠住主基督，逐漸更新成熟，滿有主基督嘅身量、屬神嘅樣式，進而可以更加明白同埋遵行主為我哋所安排嘅美好旨意，就係叫我哋脫離罪惡，成為合神心意嘅人，每日都可以用我哋嘅生命嚟敬拜侍奉主。用美愛澆灌我靈，
復興。求主聽我禱告，用你話語引導我心，讓我體恤你心意，賜我力量跨城，沒有你愛不能改變。求你引領我的生命，我軟弱無力跨過，但你應許輔助我保護我，在沙漠裏你為我開江河，饒恕我過去的過犯，再讓你話語藏於我心裏，讓軟弱的手變為堅壯，我當剛強重新得力，再來你面前歌唱。求主聽我禱告，用你話語引導我心，讓我體恤你心意，賜我力量跨城，沒有你愛不能改變。求你引領我的生命，我軟弱無力跨過，但你應許輔助我保護我，在沙漠裏你為我開江河，饒恕我過去的過犯，再讓你話語藏於我心裏，讓軟弱的手變為堅壯，我當剛強重新得力，再來你面前歌唱。求你引領我的生命，我軟弱無力跨過，但你應許輔助我保護我，在沙漠裏你為我開江河，饒恕我過去的過犯，再讓你話語藏於我心裏，讓軟弱的手變為堅壯，我當剛強重新得力，再來你面前歌唱。